我係李天橋，我係美麗嘅12條3叉行業。台鐵地巴有1到8間嘅，總人大概有6-7成以上。講拍嘅就是因為8間嘅較困難咯。三義係個窮山惡水嘅所在，但是在光復以後吼，它對山當種腳毛，對腳毛有落木樣嘢吼，腳腳要繼續有得發用。我前後吼一共有14年嘅時間去造花工作，我要度過一個啲苗栗客啲造花迄個行業吼，唔敢講下，即係幾萬嘅行業喺度簽啦。嗱講冇要緊啦，已經光明正大講唔係行業，到某個月冇要緊啦，行業呢個係硬頸嘅精神啦。